有地盤嘅朋友咧問我地盤可唔可以用呢啲網絡對講機？你首要有一個條件咧，就係你係需要咧收到電話嘅網絡先至可以用到嘅，即係好似例如你嘅電話。收到 CSL、收到中國移動、收到或者數碼通，咁你先可以用到網絡對講機嘅。因為佢個運作咧係靠一張數據卡嚟到做一個運作嘅。咁去到地牢收唔到喎，咁啊係唔可以用網絡對講機，係冇效果嘅。咁啊需要用翻啲一啲叫傳統嘅射頻對講機、Motorola 對講機。如果你係單機機與機聯絡冇問題嘅，但係如果你一個人喺上邊，一部機喺下邊去到地牢裏邊，未必可以聯繫到嘅，因為舊式對講機係靠呢條天線發射一個叫射頻出嚟，令到呢一部機接收到。如果中間有嘢阻，或者你落到地底係好遠嘅，咁你兩部機溝通唔到，咁就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呢？就係我哋身後邊呢一個叫做中轉器啦 ，repeater 啦。但係裝 repeater 咧呢一樣嘢咧，就需要咧做一啲基建之前就要開始做噶啦。例如你有啲屋苑，佢本身機與機之間咧溝通唔到嘅，通常咧都會投資一個 repeater， 但係呢一個 repeater 係需要出牌，同埋需要有工程嘅人員去究竟裝喺邊一個位置，高度要幾多，全部咧都有限制嘅。所以如果你話你個地盤可能咧做1年半載就走噶啦，咁變咗嚟講咧就唔係好划算噶啦，裝呢啲 repeater， 因為始終咧都要有人去做一啲勘察，知道究竟你嗰個位係裝喺邊度，同埋究竟批唔批俾你咧？呢個係電信管理局嘅問題啦。